金门北二山炮战到今已经65年了。总统蔡英文今日亲身去到金门太武山公墓，主持北二山炮战胜利65周年追思典礼。这也是蔡总统第3届任内最后一届主持典礼。蔡总统强调，北二山若准无胜利，就无今仔日的台湾。 人生献花、献果和念香，用英勇殉国的将士等哀悼和悼念。总统蔡英文正严肃23来到金门主持北二山炮战胜利65周年追思典礼。这是蔡总统伫2019年、2020年了后第3摆，嘛是任内上尾一摆，到金门的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典礼。北二山炮战互看作是咱的生死存亡之战。 让中国军登保家卫国的决心，抗战的老兵和因的家属都互邀请来参加典礼。蔡总统亲身向老兵来致敬，强调若无北二山的胜利，就无今仔日的台湾。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823胜利的同时，务必要提醒自己的今天的稳定繁荣，都是来自于在座的护国英雄，以及每一位为了守护家园而牺牲的英烈。 串联大小金门的金门大桥是国内第一个有关风险、关技术的长下区海上特殊公路桥，经过12档的工期，去年10月完工通车，民众往返大小金门只要5分钟，24点钟都会当行。蔡总统嘛特别到场去看，伊讲金门大桥是所有金门乡亲这多年来的心愿，是中央地方合作的模范，不会受到船班营运时间的限制。以后列屿的乡亲如果有紧急的情况， 不论是医疗或者是民生物资的需求，都可以及时从金门大桥运输，不会因为一海之隔而受困。现在车开过去大概5分钟，把大小金门的这个观光都连成一气啊！金门大桥通车带来真侪成果，王国才讲，9个月有要100万的车次通过，互地方的发展和观光拢活起来。蔡总统讲，金门大桥是国内工程界的骄傲，这经验对绿化风电有真大的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